屏蔽盛祥老師的種樹。這條一條歌對我來講歌重要，因為很印象深刻。他上台，然後他說他要拒領這個獎項。他說因為音樂不應該用語言來分。然後加上他上台的時候會有那個音樂嘛，然後說要沒來跟阿公阿媽講的法嗎？他怎麼變成一首歌了？對，這兩個事情讓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因為我喜歡那首歌，喜歡到我就跟我的班導師說，老師可不可以把我們專輯網頁的那個背景音樂換成種樹？然後老師就說不行，然後你可以給我賬號密碼嗎？我可以自己改。對，然後我人生第一次追星也是那一年，我去黃蝶季，我有那個印象，因為我那時候矮矮的嘛，所以我有那個印象是我在台下，旁邊都是人，我看不到台上，可是那首歌在我的耳邊，我有那個印象。第一次追星就是在那个场景裡面。盛祥老師你是他的第一個偶像嗎？追星的偶像。但是最近好像去年還是今年，我發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們在後台遇到盛祥老師，然後他就有邀請我們可以去他家聽歌，因為他就是家裡有稍微設計過，音響很好聽，他就說我們有空的話可以去，然後我們也真的去了他家，所以我覺得那件事情對我來說很夢幻。然後小時候他是我一個很喜歡的創作歌手，然後長大之後我也開始做客語創作，然後甚至是有機會去他家，然後聽他分享音樂，然後我們最後就是因為我跟我製作人還有我的另外兩個製作人一起去，所以我們還有去他們家附近散步，一起去吃板條，然後聊天聊了一整個下午。我就覺得我當時就跟我的聽眾分享，我小時候聽到《種樹》這首歌的時候，我沒有什麼發願，沒有說我以後要當一個創作歌手，但是這份喜歡就是放在了心裡。然後長大之後才知道，原來我的靈魂一直知道我想要做什麼事情，